我的坚固城。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那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机或静音。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能够一起来这边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的第一首歌《前来敬拜》。主啊，我们要大声宣告：你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都在你的手上。你是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也跟你四周的朋友们挥挥手，打个招呼。神爱你，很开心见到你。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从头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
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能力权柄都归于主你耶稣。我们一起拍手，将荣耀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你是我的山寨，我救恩的保障。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落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我们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们全唱。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那山小山会落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那山小山会落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我们全心依靠你，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以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你爱降临》。我们一起开口唱。主，或许我们人生有经历现在黑暗的时刻，但主你就是光明。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活出你的心意。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生
生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我们一起来唱。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照在黑暗里。主求你怜悯我们，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你赐给了我们生命，主赐我生命。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儿女。我们要活出你的旨意，活出你心意。求你的爱降临，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主求你的爱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降临，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这一生要活出你的旨意。主，我们这一生可能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黑暗，
但主，你就像是光明，照在这黑暗当中。我们这一生都要依靠你，尽心尽力的在侍奉你。主，祈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聚会，都在主你的旨意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这时我们依然站着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皆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奉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的保守看顾，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健康。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有强壮的身体。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无论何时都不畏惧。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带领下，无论在各方面的事工都能够顺利的完成。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现在也奉上我们的金钱来作为圣工之用。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刘芳薇。刘芳薇是可以请起立一下吗？这个是婉柔的朋友，欢迎你来。还有一个是马维聪，来欢迎你们来到建能教会，欢迎你们。还有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林玉杰牧师，他是我们以前来这里的神学生，现在在蒙甲教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报告。教会消息：7月16号到26号，牧师安排休年假。这当中如果有要事，请联络本堂的2位代议长老，一个是郑梅长老，一个是丽娟长老。然后7月30号，礼拜六下午召开小会，下午3点半召开长执会，请长执留意。下个主日7月31号将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或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们向长老报名，也请各位陪参会员预备自己与主坐席。
下主日爱餐恢复供应，请以感恩的心为爱餐侍奉小组所有成员祷告，也请为负责的厨师祷告啊，因为这新的锅子好像，我怕到时候煮成一团糊了。好，然后2022年6月份的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请自行参阅。近期请留意个人的身体状况，如果有确诊、居家隔离或需要自主管理的状况，请务必遵照防疫规定。愿主的医治与平安与大家同在。团契消息：7月31号主日爱餐后，琴社团契聚会，主题读经心得分享和婆媳对论、夫妻相谈。第二点，8月13号到14号儿童主日学生活营，地点新竹绿世界，还有来富健康休闲度假村。第三，8月20号、21号青少契夏令营开始报名。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在教会还有本市区举办，不外宿、不收费。报名表请向干事索取。欢迎家中国高中及大专学子报名参加。然后教界消息，北中教社部为了回应上帝所交托成为禁中的管家，将于9月24号礼拜六在三芝举办海岸净滩行动，名额有限，请要报名的个人或团契，请尽快向干事报名。报名费每个人200元，团契可酌情补助。费用包含游览车、保险、餐费、赠品，详情请参阅公布栏。然后奉献明细请自行参阅，如果有问题或遗漏的，请向干事来更正。来，我们来看今天要读的圣经。今天的圣经有2段，第一段记载在《申命记》第10章12节。申命记第10章第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二段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36到38节。路加福音2章36到38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以上讲到，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尽心尽性侍奉上帝。我们将时间交给玉洁牧师。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就是义杰牧师就是邀请我，让我有机会能够，很高兴这个义杰牧师邀请我，让我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跟分享上帝的话语。义杰牧师是我同学啊，就是我们2个只差1个字，我是玉杰，他是义杰，所以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有点台湾国语的话，就会我们2个会不晓得到底是在叫谁这样子。很高兴能够回来这里，因为我在神学院3年级的时候在这里实习，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闷骚的人，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在这里实习的时候，我觉得很感谢各位，特别有几位同工，年轻的同工在圣诞节的时候，一起跳舞啊，有一起对我来讲是一些挑战啊。然后对，谢谢大家在那个时候的陪伴跟照顾。今天很开心，就是回来到我曾经服侍过的建成，
然后见到各位。我想常常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一杰哥他分享到教会的照片，让我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然后在这个地方做很美的事工，能够帮助到这个地区许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能够认识主，我想是很美的。今天来到各位当中，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有2段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分享。那在讲道的开始，我邀请各位再一次同心来祷告。主上帝，你是做新事的神，你在旷野开道路，你在沙漠中开江河。主上帝，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你将你的心意、意向展示给我们，使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你。愿上帝你在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愿圣灵你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引导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跟引导。我们将讲道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也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同心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讲道的开始的时候呢，一起来看一张图片。好，在上。不晓得你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吗？就是昨天生活里面的事情。OK， 有很多人点头。前天呢，礼拜5的时候，你的生活还可以。大家还年轻，因为上一堂的时候比较多长辈，他们到前天的时候就不行了，前天就没有点头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讲章里面还说一个月前或是1个礼拜前这样，我就没有再继续问下去，因为有点困难。我想随着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时间生活了越久，我们要回想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会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才可以让我们更记得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些记录的习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有一本这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公报社送给每一个牧师都有的，然后我就觉得它还蛮好用的。然后我就把它每天都会写一个笔记这样。那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所以我就用每天用3、4句话记录一下当天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要感谢上帝的，我就把它写下来。那有什么是也不晓得要找谁分享，有一些心事，有一些难过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不太好讲，我也把它写下来跟上帝说。于是呢，就这样一年一年写写了好几年这样子的笔记本。所以如果我这样子翻的话，当然还没办法翻到我实习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拿到这一本。我想我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记录的方式。也许你是用画的，你是擅长画画的人，也许你可以用画的，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喜欢照相，用相片的方式，可以把一张一张相片照出来。我想当我们每一次去回顾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有限，但是透过一些文字、图画或者是图片、照片，我们可以去数算上帝的恩典。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回忆的话，6年多前我在这里实习，那6年之后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刚刚坐在那里稍微想一下，我想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有太太了。就是我有太太，我有另外一半，还有一个不一样是，我有一个孩子，他5岁，现在是幼儿园中班。这是我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去到客家的地方去服侍，所以我又多了一个语言，就是客家话，这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不晓得各位你们在一年一年当中有什么变化呢？我想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把它记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想想看。不晓得你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相信耶稣的？我们可以想想看，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是谁邀请你来到教会呢？那你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呢？后来你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后来你决定愿意跟随这一位主，你体会到他的爱，愿意跟随他。
我想这个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每一次去想一想我们怎么相信主的，怎么信耶稣的，回到我们的信仰初衷。还有另外一个，每一天记录我们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不只是礼拜天而已哦，不只是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然后服侍，还包含了我们每一天在上帝面前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服侍。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啊，一句经文是保罗他所说的，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想这是保罗劝勉当时候的基督徒，要他们重视侍奉这一件事情，不只是在教会侍奉，更是在每一天生活的时候侍奉上帝。而这样子的侍奉，就像是这一节经文说的，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这个人，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个活活的祭，像献祭一样。这样子的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他说，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做的，应该要这样做的。今天的经文呢，我选择2段经文，其中一段呢，在讲到一位年老的妇人，一个年老的阿嬷。我想透过她的生命，我们可以有一些省思。那这一个长者呢，他叫做亚拿，在路加福音第2章很长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可能就读过去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会更关注的是耶稣。婴孩耶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可能会漏掉这个我们只记得有一个年纪老的阿嬷，可是她的生命如何，我们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今天经文里面讲到这一位亚拿呢，我想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恩典和祷告，也就是说这一个人他一生都靠上帝的恩典来生活，然后呢，用祷告来过生活。但是这样子一个名字叫做恩典的人，他的名字叫恩典，所以大家叫他亚拿的时候，就像在叫他恩典，恩典，在叫他的时候，但其实他的人生并不是这么顺遂，他的人生并不是很平顺、很富裕。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亚拿这个名字叫恩典的人，他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结婚了嫁给他的先生，但是他跟他的先生只有一起生活7年，只有一起生活7年。后来他的先生就过世了，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才一起跟他的丈夫生活7年。接下来呢，他就过着这个守寡的生活。圣经说，将近有80年，很久，80年。我想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你跟你的太太或者是丈夫只生活7年，然后他就过往了。我想这个漫长人生里面，特别80年里面，很多的时刻他可能非常的孤单，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生活。但是呢，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说亚拿在第2章37节，说亚拿他怎么生活呢？说他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有些版本是祷告，昼夜侍奉上帝。这个是他走他的人生路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我想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就是没有离开圣殿，他选择在上帝的圣殿里面来生活。我想这很重要，也让我们有一些省思，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也许有人的生命像亚拿一样，他可能是一个阿嬷了，或者是一个中年的人，他也失去了他的另外一半。我想教会一个信仰群体，对他来讲就非常的重要，可以在他的生活里面来陪伴他，听他说话，跟他一起生活。亚拿在神的圣殿里面，他没有离开圣殿，这让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地方不是只有一个人，有人跟他一起侍奉上帝，一起敬拜，就像我们刚刚诗歌一起敬拜一样。
这跟我们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唱诗歌不太一样。我想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常常是很火热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敬拜，所以心里面是有支持，是火热的。我想第二个，我们看到亚拿他的选择的生活是专心的祷告、禁食祈求，用祷告来过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可能会让我们读到的时候就觉得，所以他就是每天祷告，可能就是早也祷告，晚也祷告，就这样子而已。我想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他的祷告可能很像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在每天祷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心声、把他的心情告诉上帝，上帝就与他对话。我想我们祷告呢，不是只是我们单方面跟上帝说话而已。很多的时刻，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能上帝会回应我们，我们跟他说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快回应，但上帝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历来回答我们一些事情，或者是透过圣经、神的话语来回答我们现在的困难。第三个，亚拿他昼夜侍奉上帝，他选择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用一生来侍奉主。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啊。就是刚开始我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还记得你信仰的初衷吗？就是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像我虽然是很多代的基督徒，可是我是在特会的时候经历到神的，已经其实很晚了，是大概20多岁，已经考上研究所的时候，我人都在教会里面，但是常常呢心没有在教会里面，人是在了，但心不在。可能我在想的是我那个时候的需要，但我在特会里面经历上帝，那一次很特别。我是主日学老师的身份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的晚上的时候，那个牧师啊，一个女生牧师就是要为这个最年长的人，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是最年长的，要为最年长的人祷告，所以就请所有这个最年长的人来到，就是排队要祷告这样子。但是呢，我就不愿意出去，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生命其实我自己是很茫然，对于我的未来要做什么，其实不是这么明白。我不想出去哦，所以我就坐在最后那个椅子最后面的地方，大家都出去了，站2排，然后我在最后面，不愿意站出去。但后来我出去了，因为那是小朋友的，也要一起参加的特会，我看到很多小朋友转头在看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么年纪这么大的大哥哥，大家都走出去了，然后我自己在这里，我是很不好意思走出去。走到那里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为每一个人按手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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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灵粮堂的特会，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一个一个被这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倒下去了这样子。我开始很紧张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特会。我在最后一个，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有点紧张，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又是这一件事情，我就开始 review 我的人生，再想一下，我说上帝啊，我爸妈就是基督徒，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其实我有很多同伴离开教会，然后我看到这样子人来来去去，但是我没有离开。可是上帝，你知道，其实我的心有的时候是不在这里。然后现在我对我的未来人生很茫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女朋友，就跟上帝抱怨，我说上帝，你看我的朋友，很多篮球队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女朋友，就我没有，还常常被他们笑说你就是有点太保守了这样子，人家出去玩，然后你不会骑机车，所以没有女朋友，常常被他们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上帝抱怨我做过的事情，我在抱怨上帝说我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怎么没有相对应的收获呢？我在跟上帝在抱怨，讨价还价。到了我的时候，想完了，那个牧师到我面前要为我祷告，
那我就学旁边的人，我就偷偷看旁边那个姐妹她怎么让牧师祷告。那个姐妹是把双手给牧师，所以我就学起来了。换到我的时候，我也把双手给牧师，就很乖乖的给他。结果牧师他只有祷告一句话而已，他说：“神啊，这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只是他不晓得他的志向是什么。”我真的是很茫然，只是他不晓得他的志向是什么。我想说，牧师是不是要继续祷告？就没了，就这样一句话为我祷告。总之呢，圣灵也感动我，所以我也倒下去了。我倒下去之后呢，我想很奇妙的事情不是我倒下去这件事情，而是我倒下去之后，上帝开始回答我的人生。很多很茫然的时候，他开始回答我。第一件回答我的事情就是，我还没有起来的时候，那个牧师就邀请小朋友嘛，邀请一个小男生唱诗歌，带领大家唱诗歌。那首诗歌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就是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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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那个小男孩就站在台前，国小而已，带大家唱。那个时候我倒着嘛，还没有恢复，我就在听。听的时候我就一直流眼泪，很感动。上帝就开始在回应我的人生啊！我一直在找我人生的方向跟目标到底是什么，找不到。但上帝透过那一个小男生唱诗歌，说：“你的人生的目标就是爱上帝啊！”刚刚我们一起读的新的诫命，就是爱上帝，爱上帝。其实我小时候就知道了，只是成长之后遇到了很多事情，可能已经忘记了，或者是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找到了，上帝回应我。后来呢，带领我服侍他，也在那个特会里面，因为牧师叫那个孩子唱完歌之后，他就呼召说：“在场的有没有年轻的小朋友，还小的小朋友，你们愿意当传道人的人，请到台前来。”我还躺着嘛，还没有恢复，我就很想要回应的，就只有脖子可以动而已，脖子动，很想要去台前祷告，跟上帝说：“我愿意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个是我信仰的初衷。弟兄姐妹，不晓得你的信仰初衷是什么呢？上帝怎么样子，告诉你他是谁？上帝怎么样子让你去经验到他是真实的主？他爱你，胜过这世上一切的东西。今天的经文呢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好，今天的经文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它是申命记。好，申命记第10章12节。这段经文说到，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用一生来侍奉、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就像这个话语所说的，它简单但也不简单。它简单的事情是，要我们听神的话语，而且听进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愿意这样子活出来。比如说，上帝要我们去爱人，爱人就像爱自己一样，就新的诫命里面说的。那我们就需要去关心一个人，去体察这个人的需要，去帮助他。我想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个性跟我们很不一样，他可能常常踩到我们的点，会让我们生气。但我们怎么爱他呢？我想这是上帝邀请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需要爱人，但往往我们遇到那一个不可爱的人，那一个我们很难爱下去的人，我们怎么样子继续爱他呢？怎么样继续爱他呢？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弟兄姐妹，我想上帝他跟我们说，就是这一句话说的：敬畏上帝，遵行他的道，而且要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用我们的全心全人
来侍奉他啊，不是像我过去一样，某一段时间人是在这里了，但心不在这里。上帝要的、更看重的，不是我们人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也要在这里，整个人都要在这里，全心的爱他，关注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在其他的事物上面。上帝他所要的是我们每一天认真的活在他的面前，而这一件事情，我想是我们常常可以去遇到的。在前几个礼拜我自己发生一个事情，我的牧师馆是在教会的旁边隔壁条街。然后有一天呢，就是那个大楼大家都知道，就是8楼，就是有住牧师这样，就是他们很好奇，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很好奇说，8楼就是有住一个牧师这样。那前几个礼拜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要来找牧师这样，那管理员就是要赶他走。那刚好呢，我就要外出，坐电梯下来的时候，我就遇到管理员跟那一个要找我的人，他们在对话。那管理员就跟我说，牧师，他想要找你，但是我觉得他怪怪的，因为这个人呢，通常要找牧师的话，应该去教会找你，怎么会跑来我们这里找你？所以我觉得不对劲，我就直接想要把他赶走这样。那刚好你下来了，电梯一打开门，然后我们就遇到了，刚好你来了，你看看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看这个人完全不认识他，就是一个50多岁的人，不认识他。那个人就开始跟我讲，我就想说跟他聊一聊。那个人就开始跟我讲，他就说，牧师，他就开门见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是来跟你要钱的。我就想说，其实好像也遇到蛮多这样子的人的。我就跟他讲说，好，你要跟我要钱，然后我就先听他讲，他为什么需要钱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讲讲了很多。他就说，牧师是这样子的，1个月前呢，我出了一个车祸，被一个车子撞到。然后呢，你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戴口罩嘛。他说，如果你不信的话，我现在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就是我的受伤的地方就在嘴巴这样子。比如说不用，你还是先不要拿下来好，因为现在疫情嘛。比如说你现在还是先不要拿下来好了。然后他就继续说，我1个月前出车祸，然后那个人他应该要赔我1万元，但是他都不赔我。他就很生气，这样，我就问他说：“我听起来觉得你的生活应该是在出车祸之前就有困难了吧？你怎么会想要依靠这个不晓得会不会兑现的1万元赔偿的1万元来过生活呢？这有一点不合逻辑。”我说：“你的生活是不是1个月前出车祸之前就有状况了？”他就有点不讲话，后来就说：“对。”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没钱了，这样，但他就不晓得要怎么讲，就越讲越生气，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很生气，闷闷不乐的这样子，50多岁的一个男生，我就跟他说，就像圣经里面彼得说过的话，类似，我说我的原则是这样，我不能给你钱，我有钱，可是我不会给你钱，但是我的原则是，我可以陪伴你。然后呢，听你讲，跟你一起想办法解决你现在遇到的困难。讲完了之后呢，有点晚了嘛，我就想说他就没钱，我就跟他说，走吧，我买一顿晚餐给你吃这样。因为我在艋舺牧会，艋舺旁边就很多吃的，我就已经先想好了，到底要买什么给他。我的计划就是去买1碗大碗的卤肉饭跟大碗的肉羹给他，我就带他走。带他走的时候呢，到了那个杨桃汁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天气很热，我就先叫了1杯最大杯的杨桃汁给他喝，就给他。那个男生拿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这样子，我就说走吧，我们去买卤肉饭跟肉羹。他就说牧师不用了，就是只要有这1杯就够了，有这1杯杨桃汁就够了，因为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我吃不太下，不用了这样子。最后呢，我为他祷告，在大街上面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说：上帝，你带领他，帮助他这样子。祷告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大哥啊，因为他50多岁嘛，我30多岁，我说大哥，你不要对你的人生失望，就是不要放弃，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不要对你的人生放弃。我没办法给你什么钱，就是这是我能做的，我顶多
就是你现在手上拿到的杨桃汁这样子。可是鼓励你，就是不要对你的人生失望，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帝，我相信的那一位上帝会带领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会带领你，我就为他加油，他就回到他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我想分享的是，其实这是我看重的事情。我想这也是神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邀请，就是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不只限于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包含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人，那一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他们在那个时刻有需要有一个人陪伴他们，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我想这是上帝的邀请。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他是一个投影片跳不出来，他是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叫做玫瑰奶奶，他是一个用音乐来侍奉上帝的人。他小的时候呢，在美国，小的时候呢，他不喜欢练钢琴，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就说：“玫瑰，你就去练练钢琴这样子，因为也许有一天上帝会使用你，用音乐来帮助别人这样子。”那他比较起钢琴，他更喜欢跟家里的宠物玩，所以呢，他就很不想要练钢琴，但是呢，就很不甘情愿的又到钢琴这里练习，因为他想说，就像他爸妈说的，有一天也许上帝会使用他，用音乐来服侍人。后来呢，他走上了音乐这一条路，在他要毕业的时候呢，人生又要有一个抉择，他要用音乐怎么服侍人呢的时候呢，他跟上帝祷告，他说：“上帝，我不晓得我要去哪里，但是呢，只要你要带领我去的地方，我就愿意去，不管那个地方多远。”后来呢，上帝呢开了一条路，让他在他的教会呢，刚好有机会要差派宣教士来到台湾，所以他呢，就是像被差派的宣教士一样，来到台湾来服侍，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教音乐，用音乐来服侍人，用音乐来服侍人。他现在其实已经80多岁了，他教好多年的钢琴，用音乐来服侍人，帮助台湾很多小朋友能够学习音乐，也帮助很多人因为这样子认识耶稣。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像是这个亚拿80几岁的阿嬷，圣经里面的这个阿嬷，还有这个玫瑰奶奶，她也是80几岁的阿嬷。他们其实都做了这个选择，就是我要一生侍奉上帝。我想是很不容易的，特别这一场礼拜很多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们离80岁还有点遥远。如果我们要用一生来侍奉上帝的话，那这个一生要怎么走呢？我想这个亚拿他的生命可以给我们一些省思。我们需要用祷告来走一生的道路。每一天跟上帝来诉说我们的需要，跟他对话，因为他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还有，当我们祷告仰望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赐给我们力量跟智慧，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话语，来服侍人，来爱我们周遭那个需要的人。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最后呢，我想，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尽心尽性来侍奉上帝，每一天认真的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时刻，会讨上帝喜悦。愿神祝福各位，在这个地方成为光，成为盐，能够帮助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上。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很美的计划跟目的，就是要来回应你的爱，要来爱人。主啊，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恩赐、力量跟智慧，
更是给我们一个愿意付出爱的心，让我们看见那需要的人，我们就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他，使这一个人他也能够经验到你那从天上来的爱。谢谢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到帮助。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前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亲爱的主，谢谢你，你让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能够来爱你，来爱人。主啊，愿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就像是敬拜一样，成为馨香的活祭，献在你的面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拍手。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永活的见证。哦，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哦，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华语班到这边，会后我们可以互相交谊请安。